着今仔日所要举行的会员好会改选中职来祈祷。主，你捌教示阮，教会侍奉的工作是爱亲像主耶稣欢喜屈落本身，来为着信徒洗骹，也用谦卑甲顺服的心来服侍教会，用坚定佮美好的信仰来做正人的模范。愿恳求主你的圣神运作伫今仔日的选举，互阮会通选出合宜佮合你旨意的人来继续教会的圣工。愿感谢你，罗你。是阮听堂的主，我也要特别为着台湾阮的土地来祈祷。伫今年的热天以来，南部甲东部连续受到风台甲大水的影响，地cầu造成侪的灾害甲性命的损失。尤其是到今仔日也未复原的花莲的淹水，求主你的圣手特别来医治甲保守，也安慰拄着死失的家庭甲哀伤的人。伫礼拜中间，求主你搁一摆安静阮的心，帮助阮摒空心内一切有的，只有主神来看你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所求，阿门。请爱音合唱团。
三甲来共读上帝话，记载伫圣经腓立比人书第1章第27节。腓立比1章27节，刚一节，请咱会众咱齐声做阵来读吼。独独恁行代志，着合伫基督的福音，互我检采来见着恁，也是离开恁，为听见恁的代志。就是恁伫一个神徛在，用一心为着福音的事，三甲出来。讲道今仔日杜牧师所要讲道的题目是合一化约。两兄弟大家平安。来，咱先跟头前后边迄个姊妹，你甲拍招呼讲平安，平安，平安。顶礼拜五，伫咱一般可能拢俗称何老师的宿管长老娘的带领之下，我甲慈云师母去甲台大病院遐来探访周新全老师的妈妈。周新全老师去甲伫美国长期徛起进前，伊伫咱教会，不管是伫礼拜中的司琴，还是伫咱的圣歌队的中间做伴奏，拢做了真美好的服侍。当阮去甲台大病院的时阵，新群老师一看到阮，就先甲阮讲着讲，真伊的妈妈真忝，因为大多才带好医生、护理师来病房，对阿伯吵讲你要将伊的肺积水带抽了尔，所以真足痛足忝的。所以阮就想讲，安尼这个时阵来，毋知会甲责做着无？新群老师讲无拄好，恁来会当为着妈妈来祈祷，所以阮过去的时阵就想讲，安尼是毋是来为着周妈妈来祈祷？我毋知影讲周妈妈伫咱中间的兄弟姊妹有偌济人对伊有印象。周妈妈过去伊少年时阵，就因为读大学来到咱的中间。当阮行入的时阵，伊一听到讲是母会的牧师、牧师娘来甲看的时阵，伊非常欢喜，迄个精神就规个提升上来。英文咧讲的叫做 empower，empower 是什么意思？重新得力吼，真赞。日语是安怎讲？元气 ，less。所以阮就想讲啊，大新全老师咧甲阮拍招呼，讲妈妈非常疼，非常忝。一入去的时阵，佫想讲，惊甲吵着，佫偷仔行到伤大声，去甲吵着。但是无想到讲，周妈妈伊就是胡欧兰长老，看到阮去的时阵，非常欢喜，所以精神就一直来啊。胡欧全长老看到我的时阵，手就甲我抓条条的，牵条的，一直牵到后壁，你敢知？我想讲，安那一直牵，拢毋帮我手会酸呢？但是伫长辈面头前，咱哪会使认输阵？伊袂酸，咱哪会使化酸？所以伫遐就一直咧听伊讲。当伊少年来甲咱伫中间的时阵，是大学生尔，伊佫记得足清楚的。伊是大学毕业的第2年，伊就伫遮互胡牧师来甲洗礼。所以伫迄段时间，甲咱的一寡兄弟姊妹、甲吴牧师、牧师娘之间的一寡故事，一直讲互阮听。听得出来，伊对这段伫台北南门教会聚会的情形，伊非常记伫个心内。只是真可惜，就是讲后来伊因为结婚的关系，
伊的翁婿因为听无华语，所以后来因怎离开去甲离因兜较近的灵粮堂去遐做礼拜。我相信灵粮堂伫遐嘛对因有真好的照顾甲引带，但是周妈妈嘛真好，伊无因为伊的翁婿听无台语，所以因翁仔某来离开，就规家伙仔离开。伊佫有将新泉老师留伫咱中间做真好的服侍。所以伫遐一直讲的过程的中间，乌兰长老伊讲着一项事，伊讲伊一直将台北南门教会当成他属灵的娘家，伊将台北南门教会当作是伊的后家厝共款。伊是一个对咱台北南门嫁出去的查某囝，所以这款的关系，就算做后来因为因长期伫灵粮堂咧聚会，所以无法度常常倒转在咱的中间，有可能咱真侪兄弟姊妹无拄拄对乌兰长老有印象，但是伊的心一直挂伫咱台北南门教会顶面。这嘛是因为安尼，所以我甲慈英师母去甲看的时阵，伊就非常欢喜，欢喜甲我感觉讲哇，已经来到病房半点外钟啊，伊也真正真疼，佫真忝，都毋通甲作坐遐尼久，所以想讲啊，无咱做伙来做一个祈祷。无想到讲，当我要邀请因做伙做祈祷的时阵，新泉老师甲我拍招呼讲，但带我要来的时阵吼，周妈妈本来就知影这个消息，所以伊一直讲等下要为着牧师娘来祈祷。所以当阮一听，我就想讲，啊无安尼好无？周妈妈，互你来先为着阮祈祷。哦，周妈妈听着，你敢知？笑容偌喜乐的，笑容偌喜乐的。而且这项事对我来讲，哇！过去常常去甲病院探访的时阵，拢是我甲慈运师母，看是我还是慈运师母来为着倒伫门床顶的兄弟姊妹祈祷。我就是感觉讲，这应该是有史以来。是倒伫病床顶的病人来为阮做祈祷，所以当我妈妈伫遐真疼真忝的时阵，伊咧为阮做祈祷，伊祈祷讲，伊要恳求爸上帝，诚做我甲慈运师母伫台北南门牧会的力量甲帮助。伊祈祷上帝讲，保守我甲慈运师母身体会当健康，特别最后，伊为着咱台北南门教会来祈祷。伊恳求上帝会当正做咱南门教会的帮助，互咱南门教会会哪来哪昌盛，哪来哪丰盛。一个90岁的长辈，一个得感情的长辈，一个拄做肺积水抽水结束又累又痛的长辈，而遐伊祈求的毋是咱为着伊祈祷。伊伫遐所要做的是要为着牧师娘来祈祷，要为着咱台北南门教会发展来祈祷。当伊伫遐祈祷讲，毋望咱南门教会兴旺昌盛的时候，我非常感动啊！后来接续换慈运师母来为着乌兰长老来祈祷，为着伊身体所承受的痛苦、伊的忝、伊的劳累，求上帝怜悯慈悲，充满着伊，充满着这个病房。其实，伫迄个不管是乌兰长老为着阮祈祷，为着咱教会祈祷，还是慈运师母咧为着乌兰长老祈祷的过程中间，我所看到的是两位充满着基督荣美的长辈甲牧师娘因的模样啊！所以嚟为影这对乌兰长老伊所做的事，我毋知你有法度想象一个90岁的长辈。家己是感情的悲欢，家己拄对阿伯去吵讲，你要抽伊的肺积水的时阵，伊心心念念的，就是咱台北南门教会会当昌盛，会当兴旺啊！这嘛，我想着讲，当我甲慈运师母要去台病院的过程中间，拄好慈运师母对妇女团契的因的开会中间赶落来。因为妇女团契有邀请慈运师母甲因做伙开会，慈运师母有将开会中间因所讨论的一寡代志咧讲互我听。对因所讲的，对迄阵乌兰长老为着咱教会所带导的，互我去想到两项事，第一项事就是，无毋对。
咱常常拢会讲，囡仔是教会的未来，咱这些青年是教会的未来。这句话绝对无毋对，因为这些青年、这些囡仔，你无偌久的未来，台北南门教会要交伫因的手中。所以，这青年、这青少年、这囡仔，咱要安怎甲栽培？以后你得看到台北南门要成做什么款的教会。所以，这项事的顶面，我感觉因真重要。但是，咱嘛毋通袂记，当台北南门教会要交托伫这青少年、这囡仔手中进前，咱在座每一个人，在这个时刻，我们都很重要。咱要将什么款的台北南门教会交伫因的手中？咱是要交一个昌盛、丰盛有余的教会伫因的手中，还是咱要交一个渐渐衰败的教会伫因的手中？所以我咧讲的就是，这个时刻，咱在座每一个人非常重要。包括咱倒转来看圣经，约书亚带领这以色列人要跨越约旦河进入迦南地的时阵，咱所看到的，毋是约书亚伊一个人扛着迄个约柜踏入约旦河，咱所看到的是一群同心合力的祭司，因做伙扛着这个约柜走入约旦河。我毋知咱有法度想象迄款的情景无？是一群带着信心，又搁同心合力的祭司，因先扛着约柜，因做伙踏入约旦河。当约旦河的河水停止了后，才互后壁以色列众百姓顺利来渡过约旦河。也就是讲，如果没有一群带着信心的祭司，如果没有一群同心合力的祭司，如果没有这一群祭司，他们一起同心合力踏出信心的行为，踏入约旦河，凡是后壁圣经所记载约旦河停止，以色列人顺利渡过约旦河这款的神迹奇事，凡事都袂发生啊！如果没有这一群带着信心、同心合力的祭司，他们扛着约柜踏入约旦河，有可能以色列到底后面要怎么进入约旦河？可能这个故事的结局会变成怎么样？咱无拄拄知影。但是咱的信仰甲咱讲，人人皆祭司，咱就是这群祭司啊！所以，伫这个时刻，咱从台北南门教会到这青少年，到这囡仔进前，咱每一个人拢足重要呀。所以，当我听到欧兰长老用伊的祈祷，来为着咱教会祝福，伊用伊的祈祷恳求上帝真做咱的帮助，和台北南门教会真做合一起跨越这个现代的时候，往前迈进的祈祷的时阵，我也非常感动啊！圣神的讲百百种，圣神的讲嘛百百种的话同款，咱教会事工嘛会使百百种，不管是对内的事工，还是对外的事工。对内有对内的事工，需要咱大家做伙来做同工；对外有对外的事工，需要咱大家出力、出时间，咱做伙来服侍啊！所以毋通袂记，圣经内面来甲咱讲的。圣经内面的话，甲咱讲的就是要记得主耶稣的教导，凡我们对任何一个自微小的人的服侍，都是在服侍主。圣经甲咱讲的是，我们要在小事上忠心，因为任何一件小事，也许我们看起来不怎么样，但是这些小事，我们都是在服侍主啊。所以今仔经文甲咱讲，咱需要有同一个心志，站立得稳。咱爱有同一个心志，站立得稳。咱爱有同一个心志，站立得稳，是为了什么？就是我所想到的第二项代志，活出与福音相称的生命。活出与福音相称的生命啊！昨青年团契因的聚会，本来顶礼拜咧选会长，真顺利选出来，但是受选出来会长有伊家己的督学，有伊家己的代志，伊来推迟。后来昨佫选第二遍。选第二遍一开始嘛足无顺利的，一直等，等无到遐的人做伙来选会长，
我就咧想讲，是毋是有人无想要红选做会长，毋敢出现，一直等到后壁，终于凑足可以投票的人了。活出与福音相称的生命。我甲迄个推时顶礼拜受选调的会长讲，很可惜的，很可惜的，很可惜的。我甲讲，如果你继续当会长，明年或许你会比较累，明年或许你会多一些压力。但是只要我们愿意一起来做服事的话，我也相信未来的一年，你会觉得很有趣。当会长这件事会觉得很好玩，甚至未来的一年，你有可能是很丰盛的一年。所以你敢知，伊手摕到迄个选票要交落去的时阵，他犹豫了，你要一直想。我咧要的就是讲，有可能伊原本要选什么人做会长，因为伊无想要红选嘛。问题是，迄个时刻，伊伫遐中途啊。我唔知影，你会去想象伊是安中途的原因无？或许他也在想我所说的话。如果他是明年的会长，他未来的一年会变得多有趣，他未来的一年会多过一个多丰盛的生活吗？所以偷偷甲我问一项事，就是讲，难道明年会有不一样的营会吗？难道明年会有不一样的营会吗？我只有甲回应一项事：要就会有，不要就没有；要就会有，不要就没有。其实，伫最近这段时间，我嘛真欢喜，感谢主，因为伫咱台北南门教会中间，咱有一阵真热诚、真热心的同工。伫过去这段时间中间，有咱的中职，有团契同工，甚至有包括咱幼儿园园长拢来找我。因来找我，就是要讨论讲，有可能因正所看到的有一寡状况，咱有法度安怎来处理无？因来找我讲，就是讲，因有看到一寡新的事物、新的事工、新的方向。咱的教会有法度成做因的后盾，帮忙因将这新的方向、新的事工建立起来无？你敢知？当我听到这来找我讨论的同工的时阵，我对因的目睭中间看到迄个光，就亲像昨下暗，原本慈会长的迄个青年，听我安尼讲的时阵，伊的目睭有光，所以伫遐要选什么人做会长的时阵，伊伫遐拗袂落去。我毋知伊的想法是安怎，但是我咧要一项事，就是安尼，伊要拗家己做会长无？伊想要来体会做一个真趣味的会长的生活是安怎无？伊想要去体会每年就是因为伊是做会长，可以过一个更丰盛的生活，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无？只是真可惜，无互伊遐侪时间通考虑，因为人咧收票啊。但是我相信，当这个同工一直咧找我讨论这个代志的时阵，我绝对相信，因的心内有因的热情，因的心内有因想要服侍的方向。若是安尼，咱众兄弟姊妹，我都成做因的帮衬，成做因的同工无？咱的教会当成做因的后盾，咱做伙来行无？所以看到这个代志，我所想到的，就是四个字。来，咱做伙用华语读一遍：合一跨越。搁读一遍。合一跨越，我相信咱有人无开嘴讲，咱各位做伙读一遍。合一跨越，合一跨越，这四个字，咱若要甲文字化，咱要甲做一个口号也好。离我所想的到的，就是爱你合一，为主跨越。但是我毋知影在座迄个位兄弟姊妹，你看到爱你合一，为主跨越。你有什么想法不？又是口号一句，总会逐年拢有新的口号，总会逐年新的口号有对一年的口号，咱做会到。所以我毋知影讲爱你合一，为主跨越，是毋是伫咱中间又是成为一个口号？
若是即两句话真做口号，安尼做可笑。因为若是安尼，伫基督的厅内面，伫彼此接纳合一的内面，伫咱做伙跨越，咱要做伙变得更好的内面，有可能你就没有份了。用文安尼佫讲一遍，如果这句话只是成为我们的口号，如果这句话只是咱今仔听的，当日就袂记啊。若是安尼，伫基督内面的听，伫彼此内面的接纳合一迄款的美好，当我们一起跨越，想要变得更美好的这些事，有可能就与我们没有份了。所以今仔日咱要做中节的选举非常重要，但是我看到前几天，咱有教会真侪无共款的群组，陆陆续续一个搁再一个，一个搁再一个，拢咧请假。出国的出国，要倒去中南部的倒去中南部，有啥物代志？有啥物代志？我感觉非常可笑，因为当时啊选举中职这项事，就算做你的会籍真还佫无伫遮，这项事对台北人民未来发展有偌重要，咱会当想象无？而且迄款的重要，不只是啥物人选出来做中职。我相信当今仔日你来看到名单，有可能你嘛唔知要安怎选，因为名单里面的一群我们的弟兄姐妹们，拢非常优秀啊。当看到名单，我家己嘛咧笑，我带来2个月尔，按照咱总会法规的规矩，我今仔日无选举权。但是啊，真正要叫我晓，我要晓啥物人，我考虑足久呢，我想足久呢，每一个人拢遮优秀。所以我讲的重要，不只是今仔日啥物人受选真侪中职，包括这人选中间足侪非常优秀的人，就算做你今仔日无受着选调，你伫教会内面，你嘛会当做足侪服侍啊。包括有可能今仔日你只是摕着一支笔，伫遐咧选，伫遐咧晓的人尔。在座每一个人，咱拢足重要的。你不只是今仔日来遮拿一支笔，带咧晓打鼓打圈。当你选出这个人做中职，你就有责任以后你爱扶持伊，为着伊祈祷。以后要做啥物事工，你嘛会使来正做伊的同工，咱做伙来做啊。所以每一个人拢足重要的，咱会当安尼想，咱甚至咱会当安尼做，凡事咱会当有机会，我们一起来见证以后变得更美好的台北南门教会啊。当咱会当安尼做的时阵，当咱会当看去上帝伫咱南门教会，伫咱家己的心上有新的呼召的时阵，咱就会当看到，咱的教会也好，咱的团体也好，咱家己的性命也好，或许就有那个机会会出现不断的跨越，叫我们可以活出与福音相称、荣美的生命啊！阿妹嘛，上课的祈祷。我的阿爸爸上帝，你是创造掌管天地的主宰，你是得胜的君王。愿你们的后情，甘心合意安尼祈祷讲，恳求你引带阮的家庭，引带阮工作的所在，引带台北南门教会会当进入你的国度，互上帝国就伫阮的中间，互阮会当享受到你内面迄款的甜蜜甲丰盛。我若要恳求你，赏赐阮有教养的智慧，通领受你的话语伫圣经当中的教示，伫这个世代的中间过着有毋茫的生活。搁再一遍，我要将今仔日阮的选举，我要将阮家己的性命、阮的工作、阮的学习、阮的家庭、阮的教会，拢摆在你的面头前。搁再一遍，献上阮的感恩、阮的感谢，祈祷拢上个主耶稣基督圣名。396音回应的诗，圣诗538首，圣诗538首，我心大欢喜，主在身边，请起立。我心大欢喜，主在身边。
来吟奉献的诗歌。咱即时煞接要随来举行今仔日好会吼，今日好会是有要选举三位长老、4位执事吼，改选3位长老、4位执事。我即摆点名吼，伫下骹点名已经送到我遮来，我即摆来做书记的报告。书记报告，咱会员籍即摆职在人才有291个，职在人在吼，有291个。咱扣掉今仔日有35名，迄个不可抗力，就是讲有出国的、有请假、有破病的等等，扣掉35名，过剩256名的过半120，爱有出席129名才会成会吼，129。咱即摆点名，拄咧楼下点名，咱已经达到164名，所以咱今仔日好会要正式来开始。咱即摆代先请杜书记长来带咱做好会开始的祈祷。咱三个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这个时刻是你所赏赐阮的时刻。阮伫遮带着主来的听，带着基督的合一。阮伫遮要为着台北南门教会未来，选出忠心听主的兄弟姊妹来遮做长老甲执事。阮嘛相信，伫阮的名单内面有真侪真优秀阮的兄弟姊妹。阮也恳求你的帮助，若是伫今仔日因无法度来正做长老执事的时阵，你犹原帮助因有一个服侍的心、尽忠的心、听人听主的心，犹原伫阮的中间，正做阮有力的同工啊！所以特别阮的上帝，阮将今仔日的临时好会要选举中职这款的事务，拢总交托伫你的手中，愿你引带带领，愿你祝福。安尼感谢基督拢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这个时阵，我爱甲大家讲一句歹势，因为拄仔来甲咱的中间无介了解咱过去一寡选举的部分，所以要甲阿伯主持会议选举这个部分，交托互咱的代议长老、中央长老，伊继续来主持。多谢。咱即摆。咱即摆现任的中执吼，请来头前，咱要开始分票吼。即个分票部分，就是咱吼会记吼，有会员籍、有南门教会会员籍的人，你才会当摕票，才会当选吼。你会员籍无伫南门的，伫南部故乡的教会，迄拢无选举权吼。咱即摆先分票吼，分票拢总写，先。咱中执咧分票的时，若有感觉对迄个你的，也是你本人对你的会员籍的有疑问的，请你举手。我才甲我确认一下吼。好，谢谢。
咱即马第一轮长老的选票吼，是即个粉红色长老的选票，咱伫顶头扣3个，打勾也会使，打圈拢会使吼，扣3位。长老3位。啊，迄个票本村的拢总摕转来，互即个台前。对，都可以。等一下再说。选3个哈，选3个，拍谁？你选4个就是废票，好，1个也可以，2个也可以，最多3个。啊？不行，没关系，2个废票。对。啊。有人在有人在问讲，还在问万一圈4个怎么办？就是废票，好不好？好，划掉也没有用，就是废票，好不好？现在算一下发出多少哈？对，210减38。空白的交回来，还空白的交回来。好，咱即摆去收票，可以收票了哈，都发好了哈。我要一转手。啊？176，没有了，不可以。你刚空白，才34，你交回来34。好，我们发票的人还有没有空白票？还剩下的票还没有拿回来的，赶快拿回来。200。赶快算。
156，好，发票156啊。156。好，咱这边可以收票。我们发票156，156票，发156，啊，这边收回来看多少。好，可以。没有，我有写，我有写。不是就。不是，啊，做。好，购票还未交转来无？拿那个笔吗？凉。就有一位去监票就可以了。怎样？一个念一个写，啊，我看。一个念一个写，然后请一个长老来看。时间招领，要挂号，先挂号。不要变那个，这是要看。太早了吧？哎，一位唱票，一位计票，啊，他一位中级来监票。咱这个选举的制度吼，拢一直改进吼。啊，因为这个选举，咱教会选举是啊土法炼钢啦。啊无阮哋台北中会的选举已经拢用手机算啦吼，手机啊名出来，手机试落去，迄个结果就拢出来吼。台北中会已经进步，咱没关系啊，对，就164没关系。不可能的，对，你现在164对，那就用164开了，没办法。好，我头拄报告一半，咱台北中会已经是拢已经用手机啊咧选举啊，吼，已经进步到安尼吼，1分钟就选好啊，迄个结果电脑就拍出来吼。啊，咱这土法炼钢吼，爱足侪人工吼，店员比顾客较侪啦。台下顶的强要比台下较侪人啊吼。真的蛮少的。100。
没关系啊，就看过，那几张告诉我。不是不是。后来，那你如果是要退钱，就164，初期164对。不要再问了，就是210了。好，现在就发上去给他们。OK 了哈，开始计票哈。83。对票。来，咱即摆吼收票，即摆咧开是164票吼，所以爱当选第一轮当选爱过半，164过半爱几票？83吼，毋是82，83吼，所以即摆若有人83票，就是当选安尼吼。
是每一张都投3票。对对啦，有人没投3票，所以我没办法这样算，没有办法这样算。也可以是合法的，这只是说要是。超过就是，超过就是有费价。来，即摆第一轮就拢总算出来，3位拢算出来，我即摆来读吼。83，我头拄83票当选吼。啊，对我对悬的来报吼，蔡巡点118当选吼。再来，吴宗义91当选。第三，杨明章83拄啊当选。再来丢了第一轮，其他的票我来念一下吼。梁家宏31，陈怡如25，陈宗凯1票，陈秀玲5票，张惠仪15，赖玲玲34，赖硕仁53，所以以上3位当选，多谢。来，咱即摆分直市的第一轮选票哈，直市。来，迄个湖中伊丢了，迄个3位当选丢了有伫遮无？小我小介绍一下。OK， 好。
胡忠一长老都，杨明章、蔡巡典。啊，蔡巡典出国，好，好，我小可简单介绍吼。蔡巡典长老今仔日人伫加拿大，啊，伊出国去吼。蔡巡典长老是咱真资深的长老吼，啊，伊伫马街病院耳鼻喉科真资深的主治医师吼，咱大家真熟悉。啊，第二位胡忠义长老，咱嘛拢有熟悉吼。胡忠义长老是即摆即个行政院农业部的这个，行政院农业部的次长、政务次长吼，内阁阁员啦。啊，这个选举前，伊捌咧甲小慧讲，伊即摆做政务官，做阁员会足无用吼，差不多规个热天，甲即摆咧救灾人拢伫南部东部走来走去吼。但是阮是感觉讲，咱教会的小会、教会中纪会内底嘛是爱有一个阁员较好啦，所以无论如何叫伊爱继续选吼，所以这边咱真欢喜，佮继续当选4年为教会服务，多谢。好，即摆要选执事吼，执事记哦，考4名，执事第一轮会当选4个，7个内底选4个。好，啊，第3就是他拄有第3楼杨明章长老吼。杨明章长老，伊是这个是咱可能有的人较毋捌，成功大学土木系毕业，伫美国留学摕硕士转来，啊，即有咧大学的建筑系咧教册，啊，一方面家己有开这个土木建筑公司吼。咱教会差不多这几年所有的装潢布置地下室的装潢，啊，牧师馆办公室的装潢，甲这个土木工程，拢伊负责的，哦，所以做真重要的工吼，真多谢，谢谢。执事选4名，爱选4名，即摆会使选4名吼。他拄有几个拢废票吼。来一张给我。空白票交回来，空白票请交回来。咱这是要接受吼7名，咱有经过初选吼，所以有扣7名要选4名吼，顶礼拜有初选过啊，所以即马剩7名进入到这个决选。一样164，OK 好，好，即摆会使收票啊。
外面对。这春的第一轮出来，拢摕来食，春的拢摕来食。好，可以到了。咱若无真紧急的代志，请毋通离开吼，因为有可能第二轮我来选，还是第三轮，这拢无一定。啊，拢总结束是咱也是共款到地下室有准备午餐吼，共款到地下室去用午餐。这个今仔日咱周报第5面吼。你若有兴趣，你甲早登去，拢有讲咱长老教会选长老甲选执事诶，即个规定吼，拢写甲真清楚。第5版吼，咱也会当看即个做参考吼。啊，我报告一下吼，咱今年年底这个杜牧师甲小会吼，会开始10月开始会开始整理咱这个已经10几年毋捌整理的这个会员的名单吼。咱会邀请讲你伫遮固定伫遮做礼拜，但是你的职也无伫遮的，你的职也放伫故乡的教会，也是讲，咱有机会甲你的职刷来台北南门教会吼。啊，搁一种就是讲，你已经有符合这个领洗礼的资格来鼓励吼。也是讲已经有幼师，未做这个坚信礼，还是甚至这个邀请你来领洗礼吼，咱今年的这个会籍的做一个整理，做一摆整理哈。没关系 ，OK， 对。163号。咱这边执事第一轮收163票，听好哦，163票几票就当选啦？过半。偌济？还要拿手机出来算吗？82票哈，所以这边82票就过哈。这2个。
论票要一样多，对不对？你说刚投票的人应该要一样多，还是好像差一张？不知道。要有人找啊。16416。回收卡就会变少，不要多就好。就有人就是不交，交你了吗？为什么？我忘了在一起。你们都待快19年，你们待快10年。对，你要先离开吧。不要留下来。看情况。就看他。没有看情况。看情况。决战前。那我数完钱就，他应该没来。我会赖你啊！如果我要走，我走之前我看一下那，因为我会洗完。如果没有赖你，我是我在，因为在底下我没有时间赖。没事啊，就我如果要走，我一定会赖。啊，你要走你就赖，一定会赖。没走就是没走就是我被困住，没办法赖。说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不然我再问你，我都没有。这里有必要去把它吵下来？我知道来。可是我看没有，他没有来。没关系。因为投票是他们。很怪。这个很清楚。因为今天不是拿大一。反正我们就是不会上，不敢。你没有特别动员他这样子。我觉得他应该不会上，应该也不是。应该也就是。不管都没有。
好，真多谢，嘛是执事嘛是第一轮就过吼，4位拢总。来，我来念票数吼，我来念票数。对悬的，赖硕伦122，赖玲玲118，张惠瑜109，陈其正87，拢超过82票，拢超过。这4位有在场无来头前一个，小介绍一下。4位。来下来，赶快下来。4位当选吼，咱安尼长老甲执事，咱的名额吼，9位长老，15位执事，拢总保满安尼吼。来，对，到前面来。快点，上面的人好，不要怀疑，就是你下来。来，我大对这个女士啦，迄个赖玲玲哈，赖玲玲，举手一下，赖玲玲。啊，赖玲玲伫真久拢做咱迄个逐日学校长吼，也是做亲戚伫基石团体拢真活跃吼。啊，伊本身是真出名的这个杂志的作家啦吼，主编好。啊，咱第一摆当选陈其正吼，陈其正5月8、5月8啦吼。啊，伊是这个，伊读这个，伊是儿童甲青少年教育的专家，美国留学11年才转来吼，啊转来，顶礼拜拄啊当选咱的主任学校长啦，毋是讲先选调这事才去做校长哦，是先做校长啊，无甲选才袂使啦，所以这边都都适才适用，我想有真侪迄个美国摕倒来新的观念吼，对主流甲青少企业这辅导的，譬如赖硕人吼，这个搁较青，9月1号都要对美国倒来吼，赖硕人指示咱已经即摆是伫咱遮已经第4任的执事啊吼，因为2年前吼，台大医院派去哈佛大学医学院进修2年吼，拄啊这学期拄啊倒来吼。拄啊付着选举安尼啦吼，咱这个胃肠方面的问题，会使过去台大找伊啊吼，即马开始伫台大上班啦。好，张惠瑜执事吼，张惠瑜吼，伊嘛伫咱遮真资深吼，参加圣歌队、参加青年团体、磐石团去各种团体拢真活跃，也有唱迄个，即马上主要伊是咱教会出纳花钱的啦，咱财务组咧。花钱就是伊啦吼，所以真侪人迄个财务的代志拢爱甲伊接触吼。好，多谢四位多谢，谢谢。好，咱教法规吼爱公告2周，公告他们这2个名2周有意义的可以来提出。譬如说虚报年纪的吼，讲70几岁啊，要咧选，迄袂使吼，还是讲这个都是教法规定哈我们公告2周以后，在10月19号就任哈，跟着那个新选出来的各团契的会长新的会长，迄天10月19号就任。安尼咱今日好会真圆满吼，咱到这结束。咱即摆咱报告拢家己看就会使吼，我无要搁特别报告，咱即摆随来进行。信息就信息，391首避讳信息刷请大部数来接到，请去。
愿把上帝的阳光继续照伫咱，搁用伊满有慈爱的面看望咱。愿把上帝开阔咱的境界，搁赏赐咱丰盛的性命。愿把上帝以丰丰富富的恩典，主耶稣的慈悲甲怜悯，圣神的保守甲引带，拢甲咱以及咱的亲人三个伫地，对一时直到永世的大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列倒。咱时间控制真好势吼，所以咱即摆才12:05分，咱共款拢去地下室享用午餐吼。今仔日是毋是便当？今仔日是一人有一个挂包，甲一个肉包吼，一人1份安尼。